手绢啊！教授，根据题目的叙述，我把莫尔数带入了克里蒙梭方块的60方正根里面去，并且外加了牛顿第三定律。根据我精密的计算的结果之后呢，我得到一个结论：双曲线跟渐进线明明就是有交点的，就是在1负4这个点。我没说错吧，教授？你的计算真的是非常的完美，但是你要我说几次，渐进线跟双曲线是不会有交点的。你被当了，你被当了，你被当了！嘎，这是阴谋！且慢。来自河源，我来飞代克吉夫，我是个侦探。不管你的出题再如何的完美，双曲线跟渐进线根本不是大学部的教材，因此，詹姆士·摩纳奇教授，你就是凶手。后会有期了，古来飞。